囝头山登来台湾，为着要鼓舞囡仔认捌家乡，台南有6间国小的师生组成绘本创作团队，用家乡的特色来做主题，来创作这个绘本。今仔日因专工到台北的国际书展来发表因的绘本，希望让更较侪人熟悉因的家乡。 认真的分出优美的笔声，这阵来自台南的囡仔多才多艺，因为因也阁有提出画笔，甲故乡的特色拢总画落来，变成一本搁一本的绘本。这边就是我们家乡那种类似像小地图，然后这些就有点像乐高这样玩具叠上去了。我最喜欢这一幅，因为这一幅就是我们采收龙眼最辛苦的就是烘焙龙眼。牛虽然是上万的吉祥物，牛被卖掉的时候也会流眼泪。这一幅画我们也画得很辛苦。 像行山歌，也阁有办到各种菜色，拢被画入去绘本内面，而且绘本的文字也阁有袂少拢用到台语。小朋友主要都是讲闽南语所以我们觉得闽南语是一个很美的语言。那我们觉得我们要把它行销出去。文字甲图画融入在地特色，一阵囡仔的绘本不只是充满生命力，也阁有教育的意义。